歡迎大家又嚟到華山論世節目，咁啊同阿劉蘭昌兄喺度咧，同大家傾偈。咁今日我哋講咩咧？我哋首先講講即係軍費先。即係老實講，即係打唔打仗咧就一件事。係。但係咧，你有冇擺低錢預備打仗咧？呢個最緊要。咁但係咧，亦都我哋睇翻即係美國即係一直以嚟咧，即係而家嗰種動作咧。你話佢係求和平咧，定係求戰爭咧？你越嚟越難睇到啦。不過有一樣嘢，我想即係提一提大家，就係咧美國咧就不斷都有啲信息即係講出嚟啦。咁譬如例如國防部長就講，即係接受訪問嘅時候就話啦，美國並不尋求與中國開戰，但係咧就喺特朗普領導之下咧就會重建軍隊。為戰爭作好準備，好啦，咁啊，但係咧，即係中國駐美大使館咧，就另外有個發布啦。嗱，佢個講法就咩咧？如果美國需要即係想要戰爭，無論係關稅戰、貿易戰，或者係其他形式嘅戰爭，我哋都準備戰爭到最後啦。頭嗰兩個咧，大家都知打緊㗎啦。而家打緊啦，但係嗰個咧就民戰，就可以叫做民戰啦，係嘛？咁啊，但係咧，如果你話其他形式的戰爭咧，就其實係恐怖嘅，就可能咧就話，如果美國你要真係打起上嚟嘅時候咧，我哋都係奉陪咁樣。咁嗱，即係首先我係想問一問你，其實即係中國基本上如果同美國係要發生戰爭嘅咧？南海係一個可能衝突點，但係只係會打兩打就大家脫離㗎啦，因為冇理由即係唔需要喺度即係長打，就唯一一個分別嘅地方咧就係台灣，係啱啱啊？係絕對係，即係話中國如果係以武力去解決台灣問題嘅話咧，美國到底係介入唔介入咧，就一直係一個喺美國方面係一個模糊嘅。但係我哋睇翻咧，即係話我自己覺得咧，從中美建交以嚟咧，中國方面對美國嘅態度一直都係避免係涉及到戰爭。即係呢一次咧，中國大使館發呢個咧，真係有啲好濃嘅火藥味啊！任何形式包括核戰嘅喎，任何形式都奉陪到底。中國係首先唔會先用即係呢個核武器嘅嚇。咁但係你用咧，我就即刻用。咁個問題就係啦，其他你講喺即係喺邊度都好啦，你喺東海好，你喺南海好。基本上咧，如果大家要即係喐手嘅話咧，可能一碰就即嚟㗎。大家打一打，可能你跌咗個飛機落嚟，佢又可能有個船中咗幾炮，即係嗰類咁嘅情形咧，就好可能係咁樣。但係台灣係另外一個故事啦，係咪？即係嗱，包括舊年前年一直嚟講，美國關於台海嘅呢個兵棋推演咧。就做咗無數次嘅，其實最犀利一次咧就係太平洋艦隊司令咧話，我哋要將台灣海峽變成一個地獄，要話將來要放幾多無人機啊！佢自己跳落去啊！佢冇話許冠文同佢破地獄但係而家咧就改晒另外一個論調啦，就基本上就話我哋唔會喺呢個距離中國海岸3000公里範圍之內，我哋基本上我哋都後退㗎啦。而家事實上咧，美軍係已經係從呢個日本嘅本土已經撤到去關島，即係話放棄第一島鏈，撤到去第二島鏈。即係實際上佢承認喺呢一個離中國海岸3000公里咧，就實際上冇得打，冇呢個能力打。好啦，咁美國咧而家咧就係開始。即係嗱，你究竟係美國係減軍費啊，定係加軍費咧？嗱，佢加咗軍費咧，然後跟住佢又減軍費喎。其實基本上咧，我覺得即係阿 Elon Musk 做啲咩嘢就係咧，即係喺美國嘅軍工即係混合體裏邊咧，就要揾出咗邊啲係大使，邊啲係亂使，邊啲係唔應該使嘅錢咧，冚唪唥 cut 咗佢。如果 cut 到佢嘅話，然後就改翻去擺啲錢喺翻重要嘅嘢嗰度，就唔係話你有咁多個基地，每個基地要俾幾多錢，你散完呢筆錢之後咧，基本上你乜嘢錢都冇得剩啦嚇。
即係喺特朗普佢講嘅嘢咧，即係話而家實際上美國而家今個年度財年嘅軍費咧，仲係拜登嘅幫佢定嘅，係8900億，即係呢個本財年係呢個拜登留俾佢嘅8900億。咁啊，特朗普講話我要將軍費減一半，不過咧要幫俄羅斯傾，幫中國傾，大家都減一半。咁呢個係一個信號。佢講啫。另外仲有一個信號就係話。國防部你要幫我做一個方案，每年減8%，一直去減到呢個若干年之後，我哋要使我哋軍費咧就下降到5000幾億，由8000幾億下降到5000幾億。咁佢呢個趨勢咧就俾好多人睇，喂佢係和平主義喎，係咪靠此係咪要攞翻個諾貝爾和平獎咧？而家佢好多動作都係咁，但係有人講佢知道，因為而家你冇錢使嘛，咁一定要 cut cost， 一定係各方面。咁即係先頭，周兄你講係咪佢先將拜登嗰飯碗抌爛咗佢，重新自己再另外另起爐灶？係。不過我懷疑咧，即係其實而家美國而家想做嗰樣嘢咧，就係先將嗰啲即係貪污啊、舞弊啊、亂咁使嘅，即係喺國防上使嘅錢咧，冚唪唥 cut 晒先。因為咧，即係嗰個美國嗰個制度啊，係一個好唔合適嘅制度。即係當你即係做一樣嘢嘅時候咧，每個人都可以要加啲嘢上去。咁嗰個就一定係嗰幾間大公司立晒嚟做。嗰幾間大公司就你要呢樣嘢，我又俾呢樣嘢你。你要加啲咩啊？加可以多2支火箭啊？咁我又加2支火箭。咁加2支火箭嗰個即係嗰個負重率咧，又已經完全唔同晒㗎咯喎，係咪？即係喺咁嘅環境之下咧，究竟美國即係究竟應該係點樣去建立佢個軍備咧？呢個好緊要。咁中國都係一樣嘢，中國都係話首先一樣嘢，即係減呢個軍費。第一樣嘢咧就係真係要少咗人數先得。因為你人嘅即係出糧呢條數咧係好大嘅。咁如果美國減一半啊，唔好話減多過一半嘅海外基地。即係唔使咁多人喺海外另外有海外錢，另外乜嘢都要運過去。咁如果喺咁嘅環境之下咧，美國係咪可以減低咗佢嘅軍費，而擺咗喺仲要喺即係做啲兵器方面啊，其他軍器方面，而嚟同即係中國嚟即係大家嚟即係競爭一番咧？咁嗱呢個就好可能喎。我自己覺得咧，特朗普嗰條數咧，佢係一定係咁計嘅。係美國使唔使8900億咁多軍費咧？第一，全世界而家邊個敢打美國？冇人敢打美國噶嘛。實際上你嘅戰爭係冇可能發生嘅。咁第二個問題咧，即係話你就算減一半啊，你都比第2名仲要多好多啦。但係佢中間真係食水好深啦，即係我諗軍工混合體食水係深到不得了。你而家拎8900億出嚟，其實有冇一半係即係落咗落去，即係買新嘅武器嗰度咧？而家即係大家都即係冇人睇得通條數。咁我諗係 Elon Musk 會睇得通。咁如果 Elon Musk 睇通咗條數，應該點樣去 cut 佢咧？嗱呢條咧就真係好重要嘅嘢啦。但係呢啲亦都永遠都係一樣嘢，你減咗呢啲即係貪污啊、腐敗啊，其他減咗之後咧，你得到嘅係正數嚟嘅。即係馬斯克咧，佢一定係好知道，因為馬斯克咧佢做航天嗰時候，佢知道佢做咧就平過呢個航天局做，平過好多嘅，好多。所以佢對軍工呢一套咧，佢知道好清楚。但係佢話要查國防部嘅數，到而家都未公佈。咁啊呢個最後會唔會公佈咧？而家大家全世界都喺度睇住嘅，會唔會公佈？因為國防你總係涉及到好多機密嘅，所以呢個越係多機密嘅東西，嗰條數咧係越容易造弊嘅嚇，越容易有貓膩啊，就係咁啦。咁個問題就一樣嘅，你估即係阿 Elon Musk 捱得幾耐咧？即係嗱，你老實講，你得罪晒全世界嘅人嚇，尤其是自己人。得罪晒全世界人，有日盧比奧又話同佢即係大家互產啊，又乜又乜啊咁樣，即係其實大家去到咩位嘅時候咧，即係特朗普身邊嘅人咧，
係對 Elon Musk 係係出聲要佢非他走不可咧。但係佢一走之下啦，究竟美國仲有冇辦法可以減到呢啲開支咧？因為你冇一個人去大刀闊斧咁去做咧，係冇人做得到嘅。呢招係真係做唔到㗎嚇。即係我自己覺得咧，馬斯克對於美國嚟講係絕對一個係非常正面嘅形象。係，即係如果你馬斯克係冧咗落去咧，你實際上係特朗普嘅政策都係跛到腳。係啊，實際上就係咁。所以而家係話馬斯克能唔能企住，好關鍵係特朗普。特朗普如果要飛佢，咁咪走咯。係咁啦，係啦，所以特朗普都要買翻架 Tesla， 即係話俾佢聽嗱，我都要買啊，我撐佢㗎，我買架 Tesla。咁老實講，佢都即係唔見咗幾百億㗎啦，已經嚇個身家唔見幾百億，買翻架車。咁你話有咩着數啦？咁唔好理呢樣嘢，但係我哋咁樣睇嘅時候咧，就即係大家一定有個咁嘅諗法啦，就係話未來呢4年咧，究竟中國同美國之間發生戰爭，即係除咗呢個即係貿易戰，除咗呢一個其他方面嘅關稅戰之外咧，仲有冇機會有啲衝突出現咧？你話美國會唔會即係防止利用台灣而刺激中國，而係搞一個即係熱戰嘅可能性出嚟咧？我覺得而家中國嘅領導人係非常明智嘅，係非常喺呢個戰爭嗰方面咧係控制得好好。我哋睇一個非常重要嘅事例咧，就係對於菲律賓。其實菲律賓你嗰個登陸艦喺嗰度20幾年啦，我哋都冇喐佢。其實就係唔希望有發生一個擦槍走火嘅可能性，包括台海嘅問題。我覺得咧，而家中國嘅方針仲係堅持話和平統一，因為你打場仗咧，嗰個後遺症到底有幾大係不可預測嘅。係呢個真，呢個真不可預測嘅。咁如果係台海問題冇戰爭嘅話，中國同埋美國之間熱戰嘅可能性咧，我基本係我覺得係零嘅。喂，咁我又想問下你啦，其實喺台灣咧，而家即係大家台灣睇到即係特朗普而家做緊所有嘅嘢，其實嗰個感受係咩嘢咧？台灣而家咪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咯。咁啊，即係嗱呢個咧，呢個係非民進黨嘅人睇法啫，係嘛？民進黨自己內心都係驚㗎，即係話佢而家民進黨內部咧有個棄台論即係話將來咧台灣又係變成一個棄子，即係而家就係一個棋子，未來咧唔要你嘅時候就變成一個棄子，即係實際上就係咁。即係講翻到而家嗰個中國軍費咧，中國軍費咧係連續4年增加咗7%，咁啊而家加埋換算到去呢個美金咧都係2400幾億美元啫。咁2400幾億相當於佢嗰個3分之幾啫嘛，1/3啫嘛，差唔多9000億啊，差唔多。咁啊即係就算特朗普斬咗一半啊，都係全球第一嘅軍費。即係中國而家係全球第2嘛，即係實際上冇人攞得到咁多錢嚟做呢啲軍事嘅嘢，但係中國嘅軍費佔比咧都未夠2%，1.8、1.7左右，即係佔呢個 GDP。咁而家特朗普咧就要求 G7，要求北約國家要增加到3%以上。咁啊，日本啊自己話要增加到5%添。唔係，其實嗰個形勢咧就有樣係好似嘅，就係你喺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咧，基本上大家係軍備競賽。咁而家咧就唔係，即係唔係叫做軍備競賽，但係你一樣擺錢落去咧，亦都係一個軍備競賽嘅另外一個即係嘅講法啦，係咪？咁啊當然啦，即係中國同美國之間就軍備，你出個飛彈，我又出個乜，你又即係大家呢樣咁嘅嘢。但係咧喺嗰個咁嘅而家咁嘅環境之下咧，大家使錢越多咧，就越向呢個可能世界發生衝突嘅機會咧係增加嘅。因為而家大家都知道未來嘅戰爭模式係可能唔係而家啲人諗到嘅。未來嘅智能化作戰嘅模式掟個戰機上去，佢就自己去揾敵人去打㗎啦嗰啲所以真係好難預測係好難預測。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即係大家睇到咧，即係而家即係美國好、
歐洲好，其他任何地方都好，大家都係慢慢咧就加大嗰個開支喺戰爭準備嗰度咧。基本上咧就係即係我哋未來睇長啲啊，睇5年10年啊嘛，基本上咧都唔係一件好事嚟㗎。好，我哋今講到呢個為止，拜拜。